大家有冇諗過不良飲食習慣同犯罪行為有關呢？近年有研究發現，補充 Omega-3 可以減低犯罪行為。另外，合桃嘅外形唔止好似人體嘅大腦，原來佢真係好補腦㗎，咁神奇！今集同大家一一講下。大家歡迎收睇 Mice Talk， 相信大家都聽過 Omega-3 脂肪酸嘅好處。咁有唔少嘅研究就發現啦，補充 Omega-3 可以改善 ADHD 朋友嘅專注力，同埋減少衝動行為。咁而近期亦都有研究發現啦，Omega-3 脂肪酸可以減少攻擊行為。一個報告喺上年攻擊性與暴力行為嘅雜誌裏面刊登出嚟。咁過去有研究就話暴力行為同大腦活動有關聯，咁而其中一個可能嘅原因同營養不良有關，而補充 Omega-3 就可以減低翻呢個攻擊嘅意欲。今次美國賓夕凡尼亞大學嘅神經犯罪學家 Adrian Raine 就研究 Omega-3 補充劑可唔可以減少攻擊性行為。咁佢喺過去10幾年一直都研究 Omega-3 同埋犯罪行為嘅之間嘅關係。而今次最新嘅研究佢同佢嘅研究團隊就收集同埋分析咗大約29項嘅先前嘅研究項目。咁涉及嘅參加者有3918名。咁研究項目嘅時間喺1996年至到2024年。參與者平均每日攝取1.18 gram 嘅 Omega-3 補充劑，咁持續係16.37個星期。咁結果顯示無論係任何嘅年齡、性別、心理診斷治療嘅時間長同埋短，Omega-3 對所有人因為挑釁而產生，又或者係有計劃、主動等等嘅攻擊行為平均都減少咗30%。研究團隊就話目前嘅結果顯示Omega-3 補充劑可以包括治療同埋藥物等干預措施嘅補充選項。咁佢希望遲啲可以研究 Omega-3 可唔可以增強翻前額葉嘅功能，同埋基因嘅因素會唔會影響到 Omega-3 嘅治療效果。其實有唔少嘅食物都含有豐富嘅 Omega-3 噶啦，例如係三文魚、青魚、亞麻籽、大豆。咁而嚟緊同大家想講下嘅食物都含有豐富嘅 Omega-3， 咁佢就係合桃啦。近期有研究就話原來早餐食合桃可以提升大腦能力。咁呢個報告喺今年2月喺 Food and Function 嘅期刊裏面刊登出嚟。咁呢個報告由英國雷丁大學進行研究，咁有32名，咁年齡介乎喺18至30歲嘅健康人士參與，咁佢哋要喺唔同嘅時間進食含有合桃嘅早餐，同埋包含冇合桃嘅早餐，而呢兩款早餐嘅熱量都係相同嘅。咁參與者需要完成一連串嘅認知測試，同埋喺每次食完早餐後6個鐘頭裏面要測試佢哋大腦嘅活動。研究人員發現同冇食含有合桃早餐嘅人士相比，咁參與者早餐裏面食含有50 gram 合桃嗰日佢哋全日都感覺係會良好㗎，咁而包括有更快嘅反應同埋有更強嘅記憶力。咁佢哋嘅大腦活動記錄亦都顯示神經功能出現變化，喺面對有挑戰性嘅任務時候合桃係可以令大腦喺工作上更有效率。而參與者嘅血液樣本亦都顯示葡萄糖同埋脂肪酸嘅水平出現咗變化，呢兩者都可以影響大腦嘅功能。研究人員認為呢啲嘅變化可能係因為合桃含有包含 Omega-3、亞麻油酸、蛋白質、植物化合物、多酚等等嘅營養成分，咁都可以提高翻認知能力。而今次嘅研究亦都加強咗合桃呢類嘅堅果食物有補腦嘅作用。咁第日大家可以試下將合桃放入喺早餐裏面。如果大家想服用 Omega-3 補充劑嘅話就先問一問醫生，又或者係其他專業人士嘅意見啦。好啦，今集時間差唔多啦，歡迎大家可以撳 like、comment 和 share， 可以 subscribe 我哋 YouTube channel 同埋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。我哋今集時間差唔多，我哋下次再同大家見面。